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 哈喂》，我是民主。最近这几年来呢，就动动给侯尚英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找的这位侯尚英，他不但是回到故乡做了新的事情，重点是他还给这边的侯尚儿入新的舞台来做新的事情，来去找他看一看吧。民主，你的汉堡来了。哦，这就是我的鸡脚汉堡吗？就是这个。这个鸡酱在哪里呢？鸡酱在这边，在这个地方。是，所以这个除了鸡酱之外，还有颗粒，这个是。这个是萝卜干。哦，也是客家的。对，客家。哇哦，这我在把它吃掉之前呢，先教大家讲这个词好了。你知道这个汉堡的客家话怎么说吗？汉堡。哎，讲得很标准呢，汉堡。听说啊，你就是回来到自己的故乡，透过美食来传承客家文化，对不对？是我们曾经有推出配合这个我们桃园当地的活动后，然后我们推出4款的这个客家口味的汉堡。重点是你还提供了舞台，让在地的学生能够发挥自己的长才，对不对？是我们之前把我们另外一间分店做成这个音乐展演空间，然后邀请非常多的乐团，然后让我们在地的这个学生社团可以来做演出。今天呢，真的老板在做这一些活动啊，带领学生下乡也好啊，找到自己的舞台也好，我们也来教观众朋友这一个词，就是学生好上啊，好上啊。那刚好像子轩你刚才分享的这些经验里面，我们也可以教观众朋友来讲这句话，就是给学生有表现的舞台。本好上啊，有表现的舞台。对，你要把客家话练好，这样才是实实在在的客家青年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来认识这一位老板，把自己的工作跟客家文化做结合，重点是他们也提供了学生有一个表现的舞台哦。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新的词，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汉堡，汉堡，汉堡。第二个词呢就是学生，学生啊，学生啊。第三个，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这句话就是给学生有表现的舞台。本學生啊，主要表現嘅舞台。本學生啊，主要表現嘅舞台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多多练习喽！也希望你们的客家话一起进步。下次见，拜拜。